嘈交俾人屈，激動到夜晚都瞓唔着，後悔當初點解唔反駁對方，學識開口反問，就可以將屈你自證嘅人當眾出醜。點解？因為反問嘅本質就係話語權嘅反轉，係馴服惡狼嘅陽謀。人哋人多勢眾想屈你，你大腦一片空白想自證，咪傻啦！呢個係陷阱，借圍觀人嘅壓力屈你認錯，呃你錢，毀你前途。舉個例子，公園有個伯無啦啦屈你摘花，仲大聲嗌，引啲圍觀嚟笑你。你越驚佢越興奮，唔係老人變壞，係壞人變老，專登睇你後生好蝦。點樣反擊？你試下反問阿伯，你係咪老眼昏花？我睇到花係你摘嘅喎，你唔記得啦？你話係我摘嘅，你有冇相片證明俾大家睇啊？一句話反轉，被告變原告，逼佢自證，未老冇失憶冇摘花，證明唔到，大家就會覺得佢黐線。無事生非呢招點解有效？3個方法，人再多都唔使驚。一，請奪話語權，反套路，用反問嚟潑佢一身水。例如，係咪你記錯咗啊？故意屈我，等圍觀者即刻及住佢，要佢解釋。二，死咬證據，唔好講情緒，淨係問有冇相片證明啊？等警察過嚟講啦，對方嘅虛張聲勢就會即刻穿煲，圍觀者就會逼亂到證據。3，硬氣到底，記住邊個質疑就邊個舉證，企直腰慢慢講，重複係咁拖住時間慢慢諗計，外表越堅定，圍觀者越覺得你冇錯。人群就好似人群聚埋一堆就會智商變低，你越反問佢哋越懷疑對方，你越強硬，佢哋越企埋你呢邊。呢3招組合拳，無論咩情景都可以反轉局勢，由被動自證變主動反擊。